的抵达了洪都拉斯新任总统卡斯楚的就职典礼。我们也捕捉到他就在一旁进场之前来准备就绪的画面，接着他绕行要向当地所有民众来致意。进场的时阵，友邦洪都拉斯民众热情拍破欢迎。拢总有3位国家元首、6位国家副元首出席。这回洪都拉斯政权活人化，咱超过80年的邦交关系受到注意。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甲大家点头小祝问，副总统赖清德两个人搁徛点做伙。副总统主动甲贺锦丽开讲，两个人讲差不多有30秒钟。赖副总统和贺锦丽感觉真欢喜，这是台湾和美国的副总统头一摆伫咧国际公开场所谈话。尾啊，贺锦丽伫咧舞台顶换所在，看会出这头起先徛伫咧台湾边啊，是挑故意安排的。台美两国的距离非常的近，两位副总统同时都在舞台上，而这也宛如一场外交擂台赛。赖清德是一位医生，有人赖甲生气，伊好心想要过界斗相共，不过为安宁员工唔免，因处理就好。洪都拉斯新任总统卡斯楚选情有可能爱外交转向新任中国，不过伫咧就职前一暝有甲台湾媒体讲，希望维持咱的邦交关系。这回美国副总统亲身来，嘛是韩国总统就职典礼，美国贵宾阶级上悬的一摆。我是林依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